BB à?奶奶。咕嚕翻入嚟。調查報告指出，由於放置遺體嘅地方唔足夠，涉及事件嘅兩名死者容貌頗為相似，加上有員工未有跟足指引，導致威院今次領錯遺體嘅事件。為咗預防類似事件嘅再發生，出嚟啦 BB 啊！將於未來兩快啲出嚟啦 ！Good girl。相信足以應付未來10年嘅需要。滾奶奶，呢度，up啦，快啲上梳化。Good girl 啦嘛。